究竟幾時有 DC 嘅高達玩啊？由於之前喺 SS 推出嘅成績非常之唔錯，所以機力之野望而家就推出 PS 版啦。咁 PS 版就梗係會有啲同 SS 版唔同嘅地方啦，例如啲片靚啲啊，機體又會多咗咁啦。而其中咧一隻就係會發射核彈嘅 GP02啦。喺 PS 度大受高達迷好評嘅 G Generation 就會出個改版啦，今次會加入好多機體同貨片，聽講連就嚟出嗰隻 Turn A 高達都會有份喎，而且仲會有 G 高達入面嘅機體添啊！至於個系統都好似話會有改動咁話喎，詳情係點梗係要留意我哋報道啦。不過話時話喎，唔知今次佢個撈碟時間有冇改善呢？上次啊，因為啲戰鬥畫面撈得太耐，搞到我冇晒癮啊！喺街機度都掀起過一陣熱潮嘅跳舞機，喺4月份就會出家用版啦。有關方面梗係會推出埋個專用控制器啦。不過呢張尖體型嘅控制器咧，睇落都唔係幾穩陣嘅啫。示範嗰班日本朋友話跳跳下仲棘親添啊！真係見到佢哋都戥佢哋擔心。之但係都好，有得翻屋企玩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嘅。至少嗰班想玩又唔敢玩嘅朋友都可以靜雞雞咁玩啦，唔怕俾人笑，玩完仲可以出嚟威威，都幾好噶。呢隻嘢可以話係用嚟搶 fans 錢嘅。喺呢隻嘢裏邊，你可以玩到第3次至 EX 嘅機械人大戰，而且裏面仲加咗啲幾正嘅播片。玩開同埋儲開機戰嘅朋友真係俾佢熱血加必中咯。雖然我部超人壞咗，同埋我都好想玩啊，但係都唔使咁搶我錢，係咪啊？講咗咁耐，今次 Game Show 咧，終於有正式嘅畫面公開。遊戲基本上咧同上次就冇乜分別嘅，主要係連背景啊都係全多邊形組成嘅，即係咧好似隻憂鬱史丁加咁，可以隨時變換視點嘅。咪以為全多邊形背景就一定唔靚喎，就好似大家所見啦，畫面氣氛同以前咧都係一樣咁好 feel 嘅。不過而家咧仲係開發嘅階段，大家仲有排等啊，陰公。做乜走咁快啊？哦，原來俾恐龍追。今次唔係玩喪屍，而係恐龍之作，俾人嘅感覺就好鬼侏羅紀啦，又係嗰啲速龍啊、暴龍啊咁啦。因為咧今次嘅敵人咧係身手敏捷嘅恐龍，所以走慢啲都唔得掂啊。同 DC 嗰隻包黑食一樣，背景都係多邊形組成嘅，但係咧因為 PS 機能有限，所以咧啲粒粒真係粗咗啲嘅，但係總算係好嘅嘗試啊。Square 今年咧就真係好多大作出啦，而就嚟出嘅 Saga Frontier 2就係其中一隻啦。至於實際係點，就要留意下一集嘅互動遊戲知啦。聖劍可以話係動作 RPG 經典名作之一，我仲係由 Game Boy 版玩起添啊！至於今次 Legend of Mana 咧，除咗版面風格好鬼似超人版之外，仲加咗一啲新系統，所以玩嘅朋友以後去冒險就唔使走餐懵啦。另外咧，打人又可以 set 動作啊，聽落都有啲似早前嘅利家傳說㗎。呢隻係一隻端式嘅立體遊戲，玩嘅朋友係攞住把劍周圍劈，係咁劈就可以過版噶啦。但係因為冇遠程嘅攻擊，所以下下都要走埋去揾命搏啊！咪話唔激啊！而遊戲嘅另一個賣點就係充滿妖異嘅角色設計啊，多邊形化咗之後仲係咁妖異，個女主角仲幾樣衰添，真係隨時嚇親細路噶。呢隻 game 嘅街機版真係做得幾有誠意嘅，但係玩嘅朋友即係你哋啊，就睇唔出喎。不過唔緊要，今次 DC 版相信大家都會買隻翻去捧場嘅。雖然話而家只係完成咗30% 左右，但係就已經見到個畫面同街機版完全係冇分別嘅啦，甚至乎係靚咗添啊！以 DC 就嚟出嘅格鬥 game 嚟講，相信除咗傾輝之外咧，呢一隻都可以話係重頭之作。拳王98嘅 DC 移植版就會改名做 The King of Fighters Dream Match 1999，大概分別就冇，只不過係背景轉咗多邊形同埋字款轉咗咁啦。基本上同玩法係無關嘅，只不過如果以 DC 機能嚟講，相信除咗移植度高咗好多之外咧，load 碟嘅時間應該會勁短。以下我哋會有一啲 PS 片段俾大家睇睇，睇下大家又睇唔睇得兩個版有咩分別呢？
雖然 J-League 係喺日本已經大大咁降溫，但係呢一隻遊戲始終都係世嘉重頭之作。今次無論係畫面質素又或者係資料方面咧，都大幅度提升，加上對應 VMS 可以將球員 download 落去再進行特訓啊！如果有得上網同人對戰嘅話咧，咁就 perfect 啦。一隻玩法以 Virtual On 嘅遊戲，不過今次以中世紀騎士作為參考，所以無論喺機體或者係武器都好有風格嘅，而且有多種攻擊方法，包括近距離格鬥同埋武器連續技、遠距離嘅槍炮攻擊同埋魔法攻擊，保證選擇多多，目不暇給，快啲出就好啦！由著名漫畫改編嘅遊戲，身為保衛者嘅你，為咗保護埋藏喺世界各地嘅遺跡同埋裡面嘅超級科技，將要同嚟自唔同勢力嘅人抗衡到底。遊戲嘅主角係着住一種名為 AM Suit 嘅強化衣，除咗能夠強化主角嘅唔同能力之外，仲會令主角嘅精神力發揮到極限，配合唔同武器同埋敵人戰鬥啊，或者喺充滿危險嘅遺跡裡面探險。而強化衣嘅能力亦都會隨住主角成長而提升，令你使出可以更多有唔同嘅技巧嘅。都係由著名漫畫改編嘅遊戲，以中世紀時代作為背景，男主角格斯一身黑衣，攞住一把仲高過自己嘅巨劍，四處尋找魔物，將佢哋擊殺。至於能否好似漫畫版咁做到嗰種深沉恐怖而有壓迫感嘅感覺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啦！頭兩集都得到好評嘅 Front Mission 終於宣布出第三集。今次最大嘅改變都係冇咗第二集戰鬥時嗰種機械人遊花園嘅場面，而且仲加入咗唔同嘅視點。另外，機械人嘅機師竟然仲可以走出機艙，相信必定會令到戰鬥場面更加多變化。第5位 Umjammer Lemmy， 上一集大受歡迎嘅音樂遊戲 Parappa 嘅續集，啲公仔繼續係咁得意，玩法勝在夠簡單易學。第4位 The King of Fighter 98， 雖然撈碟時間依然好長啊，不過 PS 嘅機能咧都可以話移植得好好噶啦。第3位 The House of Dead 2， 畫面一流，加上好多新嘢，絕對係120% 移植作品。唯一嘅問題就係支槍唔夠好用啊。第2位 Siphon Filter， 係啊，依然係佢啊！你打爆咗未呢？如果未嘅話咧，記住要留意跟住落嚟嘅內容喎。今期仲有新嘅秘技啊！第1位 Marvel vs Capcom，DC 首個 2D 格鬥遊戲，都係嗰句啦，絕對移植作品啊！最正嘅係玩過嘅人都講一句：乜要撈碟嘅咩？手教路。當你見到成班人向住你開槍嘅時候啊，最方便嘅方法當然係向住佢哋身邊嘅油桶射埋去啦，一爆即死晒，耶！玩呢一版就千祈唔好揾命搏，好似而家咁啊，個掣喺對面啊，但係你一爬過去就會俾人當活動靶咁吊住嚟射，所以最好就喺度等班藍衫人同埋白衫人槍戰嗰陣時，你先爬過去，咁就冇人見到你啦。千祈咧唔好聽人講話射咗幾個白衫人之後就趁住空檔爬過去啊，因為白衫嗰邊會不停有人咁出嚟噶。教你咁做嗰個用咗金手指就話刀槍不入啫，你冇用啊嘛。爬到過去之後，熄埋個掣就可以有 checkpoint 咯。記住啦，走嗰陣要睇到下面駁緊火先好喐啊，唔係咧又會變咗活動靶噶啦。嚟到呢個位最好先掉咗個手榴彈去牆角先。點解？事關你一落到去就會有3個人喺角落頭度出嚟啊，仲有一個咧會揾手榴彈掉你。雖然人哋話企喺最高嗰層就唔會俾人用手榴彈掉中啊，但係3對1唔着數喎，仲要做多次活動靶，你制唔制先？一於咧就唔好俾佢出世，慢慢咁落去攞個 Viral Scanner， 睇完條鹹魚，斯然咁攞個 checkpoint 咪仲好。
你睇下佢哋3個咪喺度好安詳咁瞓覺咯。